大家好，澳門事。一名澳門待業男青年喺今年9月上旬俾人高薪利誘賣到柬埔寨從事電話詐騙工作，之後當事人嘅哥哥發現細佬失蹤多時，10月份向司警報案，經司警協調以及喺公安部同埋國際刑警組織協助之下，呢名澳門青年喺11月11號禮拜二成功返回澳門。案情指，事主為澳門男性青年，一直以嚟都係打散工及待業中。司警指，今年9月，該青年喺網上社交平台見到一則招聘赴外地工作嘅廣告貼文，聯絡後對方訛稱可安排外地工作，月薪達到$7000，而且入職要求低。最終事主答應之後，經廣東省輾轉去到柬埔寨，並被安排從事電騙工作2個幾月，且至今冇收過分毫報酬。最終喺事主哥哥報案之後，經司警協調以及喺公安部同國際刑警組織協助下，喺日前獲救並安排返澳。至於事主喺當地有冇俾集團成員毆打，返澳前有冇繳交贖金同埋點樣獲救，有待司警進一步跟進調查。司警局反詐騙協調中心話，2025年至今已經勸止9名相關潛在受害人離境，包括1名本澳居民同埋8名內地居民。當局強烈提醒市民，切勿輕信網上陌生招聘信息，尤其需赴海外，同埋聲稱唔需任何技能、學歷同埋工作經驗就有優厚報酬嘅工作，切勿心存僥倖。若有懷疑，可致電報案熱線993求助。